1300幾年前，唐朝高僧玄奘離開長安，前往西天取經。佢到咗天竺國印度，苦苦鑽研咗10幾年，帶翻中國嘅係1335卷經論。呢件事俾明代嘅吳承恩寫成神怪小說《西遊記》，家喻戶曉，人人都知道。西天有真經，西天有極樂。唔知點解呢個傳說一直撩撥住東方人嘅心。但係西天究竟喺邊度呢？而家我哋都知道，印度同中國無論係地理同埋文化都係同屬於東方嘅。印度阿彌陀經所向往嘅西方極樂世界，顯然唔係印度，仲要繼續往西尋覓落去。走啊走走，唐僧騎住白龍馬，始終冇走出東方，反而係西方嘅使者1000幾年之後展開科學嘅翼嚟到東方，帶嚟咗令中國人目不暇給、眼花繚亂嘅新事物。萬國全圖、堅船利炮、邏輯推理、天體運行、民主共和、市場經濟，仲有耶穌基督。從此再冇一個名詞好似西方呢個名詞一樣，令中國人愛恨交加、百感交集。從此中國人嘅命運就同可惡可疑而又可愛嘅西方糾纏不清，大家既合唔嚟，但係亦都冇辦法割斷關係。1582年，利瑪竇嚟到中國。佢唔係意大利政府嘅特使，亦都唔係中國朝廷嘅貴賓，佢係一名上帝嘅使者，同中國嘅最底層認同。喺廣東肇慶鄉村度一住就係20年。20年之後，佢入京傳道，先後帶領文淵閣大學士徐光啟、水局郎中李之祖、監察御史楊廷雲皈依上帝。上帝嘅使者亦都為中國帶嚟咗科學。利瑪竇傳授幾何、天文、音樂、繪畫、水利同埋火炮嘅技術，寫咗10幾本書。著名嘅中國科技史作者李約瑟話：自從耶穌會傳教士進入中國之後，中國嘅科學同世界嘅科學就匯成一體啦。清朝順治年間，德國傳教士湯若望係朝廷嘅欽天監，負責制定曆法。佢同順治友情深厚，免禮相交。湯若望75歲去世，葬喺利瑪竇嘅身邊。佢哋嘅屍骨長眠喺北京，佢哋嘅名字寫入咗明史同埋清史。佢哋嘅生命屬於中國。1692年3月22號，康熙發布敕令，列數傳教士對中國嘅貢獻，准許自由傳教。而喺《生命之寶》呢篇文章入面，康熙明確咁表示：天門久為初人閉，福路全是聖子通。我願接受神聖旨，而指明分得永生。18世紀初葉，梵蒂岡教廷派遣34歲嘅主教多羅去到中國，以捍衛純正信仰為名，發布諭令，唔能夠用上帝呢個名字，要用拉丁文圖斯。教堂唔准懸掛敬天一類嘅匾額，唔准敬孔祭祖，唔能夠稱許中國古經等等，違反者開除教籍。康熙立即將佢逐出國門。4年之後，雍正就真正敲響咗天主教喺中國嘅喪鐘。信教嘅中國人一律處以極刑，教堂一律沒收，傳教士一律趕出國門。為
偉大嘅18、19世紀，你呢個人類歷史嘅轉捩點。紡織機、蒸汽機、電力、電信、鐵路、石油、法國革命、天賦人權、三權分立。中國啊，點解啱啱喺人哋突飛猛進嘅日子，你反而昏睡過去呢？清廷一勞永逸咁趕走咗上帝嘅使者，嘭一聲關上咗大門，過起木乃伊一樣嘅太平盛世。跟住係一段最刺傷民族感情，但又最富有歷史意義嘅故事。啊！昊天上帝啊！你點解係都要打開神州之門，強迫佢擁抱世界呢？又完全唔顧及佢咬牙切齒、恨之入骨嘅感受呢？你點解軟硬兼施，甚至恃強凌弱，係都要由沉睡當中打醒佢，從驕傲當中降服佢，即使佢會100年憤憤不平，200年耿耿於懷呢？唔通你係都要將西天真經包藏喺隆隆嘅炮聲當中，伴隨住羞辱同埋淚水，為中國洗禮咩？而家150年過去，當中國終於走出黃河，匯入大海，即將展翅翱翔於藍天嘅時候，回過頭望去，見到珠江嘅炮火、塘沽嘅硝煙、滿清皇帝嘅剛愎自負、愚蠢無知同埋一敗塗地，一切嘅羞辱都好似帶住一絲神秘、一份天意，向今日嘅騰達同埋明日嘅希望招手。1840年嘅炮響送嚟嘅唔單止係鴉片同強權，仲有中國人見所未見、聞所未聞嘅科技文明、民主自由同基督信仰。當西方資本貪心吸食中國血液嘅時候，上帝嘅使者就默默咁將生命獻俾中國。1862年，馬克思坐喺大英博物館入面，以智者嘅口吻嘲笑中國，好似一塊活嘅頑石。佢或者唔知道，早喺300年前，傳教士范禮安就已經遠涉重洋，以生命同愛嚟到呼喚中國。頑石啊頑石，你幾時先至會開呢？馬禮遜嚟過，為中國而死。船長曾經問佢：你想改變呢個泱泱大國啊？佢回答話：唔係我，係上帝。李提摩太嚟過，亦都為中國而死。佢嘅私人秘書梁啟超成為中國嘅赤子。戴德生嚟過，又為中國而死。佢嘅兒孫5代獻身中國。佢話：我如果有100萬英鎊，唔會留低一塊唔俾中國；我如果有100條性命，唔會留低一條唔俾中國。成千上萬嘅西天使者喺誤解、敵視、困苦同埋犧牲當中，前仆後繼，嚟過亦都死咗。佢哋究竟係為咗乜嘢？係為咗錢財嗎？唔係，佢哋都係清貧嘅人。係為咗列強咩？都唔係，佢哋係列強嘅批評者。係為咗明星啊？亦都唔係，佢哋係靜雞雞咁嚟。